Hello 小朋友，我係 Sheldon 媽咪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叫做不要幫我取外號。我哋故事嘅主角洋洋，佢喺學校發生咗一啲好唔開心嘅事情啊！我哋一齊睇下發生咗咩事，佢又有冇辦法解決問題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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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弊啦！7點半啦，夠鐘啦，遲到啦！洋洋做乜仲唔起身返學啊？佢仲坐喺張床度，好唔想返學咁嘅樣喎。大家有所不知啦，洋洋最近喺學校發生咗一啲唔開心嘅事情啊！自從天氣開始轉涼，洋洋就成日都唔願起身返學。最近仲因為經常賴床而遲到添啊！佢嘅同學菲菲仲因為咁樣而取笑佢，幫佢改咗個花名叫做懶洋洋。自從菲菲叫佢懶洋洋之後，其他同學都一模一樣，有樣學樣咁樣叫佢懶洋洋、懶洋洋。洋洋其實好唔中意呢個名㗎，不過佢越係叫同學唔好咁叫佢，同學仔就叫得越開心。每朝早喺返學嘅路上，洋洋只要一諗到陣間返到學校又要俾同學恥笑，佢就會變得好唔開心，好唔想返學，行得越嚟越慢。終於返到學校，第一堂嘅上課鐘聲亦都已經響起。第一堂係國語堂，弊啦！洋洋揾晒成個書包都唔見國語書，肯定係自己唔記得咗帶啦。不過好彩，老師冇責備洋洋，只係提醒佢下次上堂記得要帶書啊。點知一落堂嘅時候，同學菲菲就走過嚟同洋洋大聲講：懶洋洋，懶洋洋，又懶又蠢嘅洋洋，連書你都唔記得帶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菲菲講完之後，其他同學都跟住佢一齊大聲講，仲指住洋洋大笑添啊！呢個時候，洋洋佢真係好難受，又好嬲啊！佢趴咗喺張台上面，嬲到差啲喊出嚟。菲菲喺呢個時候仲要好大聲咁講：大家快啲嚟睇下，洋洋怕醜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自從第一堂唔記得帶書之後，洋洋嘅耳邊今日就不停聽到同學對佢各種嘲笑嘅說話，好唔容易終於捱到放學嘅時間啦。不過洋洋一諗到聽日返學又要俾菲菲同埋其他同學繼續恥笑自己，洋洋成個人都冇晒心機啊！就連食晚飯嘅時候，洋洋雖然見到最鍾意食嘅餸，不過佢都冇晒胃口。爸爸媽咪亦都察覺到洋洋心情低落，好似有心事咁樣啊！見到洋洋扁扁嘴、冇嚟精神咁嘅樣，媽媽就好溫柔咁樣問洋洋：係咪唔舒服啊？發生咗咩事呢？媽媽嘅關心令到洋洋覺得好溫暖，佢再忍唔住啦，佢將佢心入邊嘅委屈同埋難受一次過宣洩晒出嚟，喊住咁樣將近期所發生嘅事話俾媽媽聽。媽媽好有耐心咁樣聽完洋洋嘅說話之後，佢都俾咗啲方法洋洋去解決問題。媽媽建議洋洋可以同老師反映呢個情況，尋求老師嘅幫助。同時佢亦都提醒洋洋要積極改變自己，不如我哋一齊改咗賴床同埋粗心大意嘅壞習慣啦。有咗媽媽嘅關心同埋開導，洋洋嘅心情終於好返好多啦。喺佢面上面終於見返好耐冇見過嘅笑容啦。第二日一早，鬧鐘一響，洋洋就即刻起身啦。佢冇再賴床啦。返到學校，洋洋仲鼓起勇氣，將近期俾同學仔取笑嘅事情講咗俾老師知。過咗幾日之後，老師就以恥笑為題目，喺班入邊舉行咗一個主題課外活動。今次活動主要嘅目的，老師就係要提醒同學，我哋唔應該攞人哋嘅缺點當為嘲笑嘅說話，更加唔應該幫人哋取一啲有侮辱性同埋攻擊性嘅外號。同學之間更加應該要互相幫助，互相學習。落堂之後，老師帶咗菲菲去教員室，
就因為菲菲佢恥笑同學嘅事情，老師對菲菲進行咗一番教導，而菲菲亦都知道自己嘅行為係好唔啱㗎。由嗰一日起，菲菲就冇再幫同學取外號啦。自嗰日開始，洋洋變得積極，唔再遲到，而菲菲呢，亦都唔再取笑人哋啦。佢哋兩個仲做咗好朋友添。佢哋一齊做功課，一齊溫書，一齊踢波，關係仲變得好好啊！自從冇咗懶洋洋呢個花名之後，洋洋每一日佢都覺得好開心，每一日返學佢都同同學有講有笑，而且佢個人啊仲變得好積極，同埋做事好有幹勁添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哋喺日常生活遇到霸凌嘅事情，千祈唔好一味忍讓，要勇敢向家人同埋老師尋求幫助，咁樣先可以對抗霸凌嘅行為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